可以吧？就这样，一个开始可以往前。可以往前来一点。뭔가 그러지 먹는 멍청놈아 그냥 멍청
应该爸爸。还有线上。这么近。那瞧着瞧着，我掉后面去了。
我们随时可以播。北京好看一些，鳕鱼锅子还。摔肩膀不疼，是吧？咋说要爆？哎，我都不晓得还跑你了，不晓得还。他要爆。哎呀。做什么？等会儿耍什么哈？对，晓得，晓得。多了。哎呦，要真的带一下，带一下。
那只要是每个蛋它一下子，每个蛋一下子。哦，突然就忘了。这没点调嘛？这个。好。再去吃个去看。再去吃。那如果。明天晚上要来。明天晚上我来拍他。老弟们，明天晚上啊，你给勇气说，我明天晚上拍他，看我们5个。